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平安。今年周三祷告会，无论弟兄姐妹你是在线上还是在教会当中，我们都要透过祷告，透过赞美，要得到神的平安与喜乐。感谢主，所以我们要邀请在场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站立，我们互相来祝福说：神的平安与恩典要与你同在。神的平安与恩典要与你同在。我们这个时刻要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扬声欢呼赞美。我们一起拍掌。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跟踪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进入神的面前。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一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扬声欢呼赞美，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崇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进入神的面前。你是创造主，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一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我们大声来欢呼赞美神，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崇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进入神的面前。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一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你是创造主，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一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你是创造主，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一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耶稣我君王，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感谢主哦，我们要称颂赞美这位主。我们先来看一段的经文，在诗篇67篇第5到第7节，一起来宣告主的话说：上帝啊，愿人人颂赞你，愿万民都称颂你。土地生产谷物，上帝我们的上帝赐福给我们。
上帝赐福给我们，愿天下万民都敬畏他。弟兄姐妹，我们要来赞美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刚才从这一段的经文说，他创造，他赐予，他行奇妙的事在我们当中。如果没有掌管天这下雨，没有谷物可以生长哦。所以我们一起来赞美称颂你所认识的这位神。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一起来赞美他。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施行拯救，你是创造，主啊，你是赐下丰盛的供应的主。主啊，谢谢你，我们来到你圣人宝座面前，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赐下阳光、雨水，你赐下这些美好的事物，让我们能够享受。主啊，你是掌管天地万物，各从其列，这些都是为人来效力。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因为你赐下百物美物给敬畏你的人。赞美你，赞美你，亲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主啊，你赐给我们空气，让我们一早起来，让我们每天起来，我们可以有这一些阳光或是雨水。主，我们感谢赞美，因为你赐下这一些的雨水，使百物能够被滋润，能够生长，使这些谷物生长，供应我们食物的需要。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也是掌管万物，然后也给我们有医治的主。主啊，你透过你的医治，让人身心灵能够得着自由，使人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圣的宝座面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供应足够的美物，让敬畏你的人无论大小都必得福的主。谢谢主，让我们真的是每一天每时每一刻都能够称颂赞美你，因为你是那行奇妙的主，因为你是那看顾我们你所造的这些子民的主。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主。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现在正是农历的7月。在这个时阵，是咱民间信仰所讲的鬼月。咱的心中若无上帝，咱就无平安。咱知影，咱只有倚靠上帝，伊会赏赐平安，伊会赏赐永望，互咱什么款拢免惊吓，因为主要甲咱伫地，互咱会当平安一生一世。拢有主的稳定，甲咱伫地平安的7月暝。也市伫天顶闪闪星，月亮光光照隔壁，大树的风微微，听着树声的音讯。上帝受赐的平安眠，耶和华是我的安慰，我靠伊拢免惊啥物，虽拄着风台天，伊予我心有平静。将平安放伫我的内心，跨过心山谷也无惊灾难，伊会甲我伫地，也会安慰我，有稳定甲慈爱，甲我相做伴。平
是我的安慰，我可以拢免惊啥物，虽拄着风台天，予我心有平静，将平安放伫我的内心。我过心山高也无惊灾难，伊会甲我伫地，因为人为我有稳定甲慈爱，甲我相做伴，有平安的我一世啊。我过心山路，我过心山路也无惊灾难，伊会甲我伫地，因为人为我有稳定甲慈爱，甲我相做伴，有平安的我一世啊。我过心山路，我过心山高也无惊灾难，伊会甲我伫地，因为人为我有稳定甲慈爱，甲我相做伴，有平安的我一世啊。有平安。有平安的我一世人。兄弟姊妹，咱有平安吗？阿门。咱若是无平安，咱袂要感谢主，因为上无咱感受到无平安。咱知影咱无平安，就爱来找这个平安的主。我们因为我们不平安，我们要为我们有感觉来献上感恩。至少我们不是一个麻木的人，我们不是一个没有感觉的人。所以我们不管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来感谢，都要来赞美主。当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真的不一样。怎么样不一样呢？我们要来看看今天的经文。咱大家来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经文这样说：上主有恩典，充满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他不永怀愤怒，他不按照我们的罪过惩罚我们，他不因我们的过犯报应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要感恩的地方。咱今仔日对头家担，咱会想到咱有做真济的决定，不是遐尼拄好，因为咱今仔日对透早甲担，咱应该有真济时阵真后悔。哎呀，要知我拄则吼，哪会无讲迄句话？啊，我要知吼，我拄则莫安那就好。啊，我哪会无及时？这个就是罪，因为没有打在那个神的靶心，没有打在神的标准里面，好不好？我们因着我们今天，虽然我们有罪，但神有恩典。我们为这个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用感恩的心，我们也用想想看，用 think 来想想看，过去、今天、以前、昨天、前天、大前天，甚至于我们遇到不好的事情、好的事情，我们都拿来数算神的恩典，都来感恩。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是这么有福，我们是幸福的人哦。感恩之后，我们就发现，哇，我们是这么幸福，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来开口，来大声，在线上的朋友也一样哦。我们开口来数算神过去、现在、将来要给我们的恩典。好，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有一个眼光是感恩的眼光，使我们真知道，主啊，若不是你，主啊，当我们失落的时候，主啊，我们失去标准的时候，
主啊，我们不小心的时候，主啊，我们早就已经堕落在那个恩典之外。主啊，我感谢你，主啊，若不是你的救恩，主啊，打阮今仔日不知伫什么所在，主啊，打阮还阁不是你的囝儿，主，阮就伫遐默默受，阮不是属伫倒一位的，主，阮伫这农历7月，阮就真惊吓，总是主，阮是属伫你的户口的，主，因为你是阮天里的爸，主啊，你是阮一家之主，主，阮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因为你的恩典，使我们能够称你为我们天上的父。有父亲多好啊！才刚刚过的这个父亲节，有多少人在父亲节是没有父亲的？甚至于更悲惨是有父亲，但那父亲没有比有还更好，因为这父亲是不断在伤害我们。或者是这父亲可能不断在闹事，我们不断在处理跟父亲之间的纠纷。但主，我们要说，主，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你是胜过这地上的父，你也要我们去感谢地上的父。你以至于主啊，你是天上的父，我们就知道享受你完全的爱。谢谢你，让我们有一个爱的眼光。主，我们为过去献上感谢，我们为现在所努力的，我们要感谢。我们知道我们还有需要再努力的，但主你有恩典，主啊，你一生一世，主你追随我们，主有慈爱来追随我们，主啊，你也与我们同在，使我们惧怕不在，主啊，使我们做任何大小的事情，我们都能够很自在，因为是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也为未来我们要献上感谢，因为主你给我们有信心的眼光。因着我们有信心的眼光，主，我们知道未来有许多的困难等着我们，困难一定有，但是主，你应许我们恩典一定够。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所有的好处都在于你，不在于你以外。主，你就是我们幸福的源头。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从我们的个人、家庭，到我们的社区，一直到我们的国家，都需要有主的同在。阿们吗？阿们。只要我们愿意以祷告来到主的面前，将我们所要求的向神来祈求，神要应允我们的祷告，神要听我们，他要保护我们、看顾我们。永永远远，他的爱都与我们同在。深愿你赐福于我们，常与我们同在。深愿你赐福于我们，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深愿你赐福于我们，常与我们同在。深愿你赐福于我们，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扩张我们的境界，求你应允我们祈求。扩张我们的境界，主啊，求你应允我们祈求。深愿你赐福于我们，常与我们同在。
我们的境界，求你应允我们祈求，扩张我们的境界。主啊，求你应允我们祈求。主啊，扩张我们的境界。我们的境界，求你我们祈求，扩张我们的境界。主啊，求你应允我们祈求，扩张我们的境界，扩张我们的境界。求你应允我们祈求，扩张我们的境界。主啊，求你应允我们祈求。主啊，求你应允我们。主啊，求你应允我们祈求。求主来应允我们所求的，就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若有什么样的亏欠，求主来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我们一起用撒母耳记上13章3到14节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说：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上帝吩咐你的命令，不然耶和华会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国度，直到永远。现在你的国度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王。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是撒母耳他对扫罗说，因为要面对这一些的敌人他们来攻击他们的时候那又看到有一些跟随他的人离开，那他就心里很着急啊。撒母耳叫他等了7天啊，他看到撒母耳还没有来，所以他就很着急，自己来献祭他就是超越了他应该有的位分，他抢夺了神的荣耀。应该是撒母耳来献祭但是他不是祭司，他既然做这个事，就因为他做了这个事，所以他的国位不保，他的国位不能够长久。求神来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按照神的心意，我们所说所做所求的，如果违背神的心意，求主来赦免我们任意而行的罪。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求神来赦免我们在意念上，在我们的言语上，在我们所作所为。弟兄姐妹，开你的口，我们一起来祷告，寻求神的赦免。他是公义的主，他是愿意赦免我们。谢谢主，谢谢主，主我们要用我们的言语互相的来讽刺，来刺激，求你来赦免我们。主怜悯我们得罪你。主我们看见扫罗，他超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位分，他抢夺了神的荣耀。主，求你来赦免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赢过主的心意。主我们在言语，我们在我们的心态，我们在思想，我们若得罪你，求你自己来赦免。现在主，你是公义的主，你是慈爱的主。一方面要满足你的公义，一方面你又是慈爱的主，所以你给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可以来认罪悔改。
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回转的管道、回转的机制，让我们在心思意念、我们的言语行为，如果违背了神，我们看到扫罗就是我们的借鉴。我们看到扫罗以大主大义，他超越他应该有的权力权柄，他替撒母耳来献祭，所以导致往后他的位置不保。神你也兴起了一个合神你心意的大卫，求你透过这样来警醒我们，没有超越你的心意，所以也让我们的话语不会互相的伤害，主要让我们的行为真的是合乎神的公义，合乎神的心意。求你来赦免我们，我们的意念有时候会高过你的意念，我们所行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求你赐下你的宝血来遮盖，来洁净，让我们所说所做所行所事都是合神的心意。愿你再次来涂抹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我们为的就是要得着你的怜悯。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儿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神给我们的平安，叫我们或坐或站都有安稳，阿们吗？接续我们要继续为了国家的恳求来保护连续来祷告。今天我有收到一个赖说，你有没有意愿要出国去这个居住？因为台湾现在非常的危险。对，好，我们继续为了国家恳求来祷告。那我们一起来念这个下一页的经文。撒母耳记上12章14到15节，我们一起来。你们若敬畏上主你们的上帝，侍奉他，听从他，遵守他的诫命，你们和你们的王若对他忠诚，你们就会平安无事。但是你们若不听从上主，不遵守他的诫命，他就要敌对你们和你们的王。我们为了国家，求主赐下智慧给我们的总统，还有执政团队，中央及地方，在各样的局势，不管是我们在面对疫情、面对中国军演意图以武力，还有经济犯台的危机当中，能够做正确的判断，辨别是非，行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接下来，我们为疫情危机之下的外交、内政、国防、防疫、医疗，求主借着年底的地方公职大选，拔除一切叫民叹息的恶人，使一人得以在合宜的公职位置上秉公义掌权。上主的平安要代替人民心中的恐惧。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你是慈悲爱我们的神。你是哪有怜悯的神，在我们的当中，主你是掌王权居首位的神，神你配得我们的称颂，因为你的作为奇妙可畏，有你的爱心，我们跟随你，在你的翅膀荫下，我们得着保护，眷顾。主啊，谢谢你怜恤我们，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来恳求，求你允许我们赐下智慧。这掌权者，用你的名，也小事阮的总统吴百官，互因有智慧，伫咧判断这情势，也有阮的全民通起来，为着阮的台湾伫这守望来祈祷、来祝福时阵，做你互阮有够野的抵抗的这武器甲这溃烂，愿主你来帮助收因释放，互台湾会当伫你的保守的面头会通一路平安。互阮面对着经济封锁、经济的这个抵制的时阵，阮永远会当为着阮来安排一条出路。愿主你来收因释放，三同在。慈悲爱我们的主，你是满有怜悯恩典的神，
你是掌完全居首位的神，你配得我们的称颂，因你的作为奇妙可畏。你用你的爱吸引我们跟随你，在你翅膀的印下，我们得着保护，得着眷顾。主啊，求你怜恤我们，为我们的国家恳求，求你怜恤我们，求你赐下智慧，求你赐下判断，求你赐下那个能够承担责任，在我们国家的元首以及中央地方的执政团队，在各样的局势，无论是已经存在第3年的新冠肺炎，或者是因着美国大使参访台湾之后造成的中国军演的恐吓，以及经济犯台的危机，求你怜恤我们的在上位者，辨别是非，在重重的压力当中，仍然要定义保护他所爱的人民。亲爱的主，我们晓得你掌管一切，我们既不害怕，也不惊惶。神，你要透过年底公职的大选，使义人得救，使敬畏你的人得着保护。主，你的平安常常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主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在我们为自己的国家来祷告的时候，我们也为国际情势来守望。我们要做一个守望的人，让这个世界，让这个地球上面的每一个地区都能够得着平安。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来，大家一起。撒母耳说：“不要怕，虽然你们做了这恶事，但不可离开上主，反要专心侍奉他，不要追随假神，他们不能帮助你们，援救你们，因为他们是假的。我们所信的是那独一的真神。我们要为国际情势来守望。首先，我们就是要为了乌克兰跟俄罗斯他们的战争能够很快的来止息，已经快半年了哈。所以这2个地区、这2个国家的百姓呢，以及全球的经济呢，都能够经历和平、促进和平来祷告。第二个，我们要为台海、南海、黄海这些区域，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里面。在中国的这样子的军演压力下呢，我们希望这些区域呢都能够有平安，特别是我们的航空、我们的海运会受到很多的阻扰。那希望呢大家一起来为这件事情来祷告。第3个就是要为斯里兰卡这个国家的破产，因为他们参与"一带一路"所造成的一些经济的损失。所有参与"一带一路"的这些国家，他们要面对着经济的危机所带来的恐慌。求主能够保守也怜悯那些国家的人民，他们能够经历平安和找到出路来祷告。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我们要谢谢你，主，我们真的是要做一个守望的人，遵守你的教导，让我们不仅在这样子的局势当中，我们能够战争的中间，有缘来影响全世界的经济。我恳求你来怜悯，因为人的随心，因为人的野心，伫迄中间要来成长对方所造成迄个因为的牺牲，愿做你来赦免，愿做你有缘也做你的圣手来保护伫大海、伫黄海、南海这区域。一个安全，愿主你来收束福。主啊，阮也看见国际侪这个国家，因为甲中国的连接，所以因的经济受控制，因的经济面临破产，也是已经破产。这个百姓伫迄个真正艰苦的中间，愿主你来怜悯这个国家，特别这个非洲的国家，求你来扶持，互因会当觉醒，互因会当伫遮行出一条新的路。听阮里面祝福来祈祷。我留下平安。主啊，真的是谢谢你，你教导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在我们国家虽然危机的时候，主啊，我们也看到了你所创造的地球的另一端
也产生了让我们很无法理解的那种恐惧。主啊，在乌俄战争当中，我们看到许多的百姓流离失所，他们要离开自己的家园，他们要带着小孩，带着他们自己所能带的东西，离开他自己所居住的地方。主啊，这是何等的让人痛心！主，我恳求你帮助，因为你看你圣民的死是极为宝贵的，在那里死伤的主啊，你都要安慰他们。主，求你让这一场战争在经过了将近半年的时间里面，接下来不知道还要经历到什么样的境况。主，我们恳求你让他们两国的执政掌权者都能够有爱护百姓的心，都能够有怜悯的心，再一次的，因为他们的战争，不仅仅是自己的国土受到损伤，连带着需要运出的粮食，需要运出的种种，都影响到了第三世界，甚至那些较为弱小的国家。主，我们真的恳求你帮助他们能够经历你的平安。主，我们也要为在执政掌权者没有看清楚的情况之下，没有仔细的思考之下所带来的政策所影响的后果，譬如中国所推展的一带一路，造成许多国家的执政策略没有做好的评估，只看到了眼前，结果所带来的是一个经济的破产，百姓的暴动。主啊，真的是何等的痛心！尤其是在西亚、非洲许多弱小的国家，他们的财力真的是有限，但是他们的眼光也因着眼前的好处而丧失了许许多多他们自己的权利。主，我们真的是很心痛。主，求你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危机之后，能够痛定思痛，再一次的来思考他们应该所行的一切决定。主啊，求你帮助，因为这样子的经历这一带一路的国家实在是太多了。主，求你帮助。回顾到我们太平洋区域，主，我们身处在这个环境当中，不论是黄海、台海，甚至到南海，这一连串的岛链，因为中国的军演，造成了我们的人心有一点彷徨。到底要怎么样子何去而从呢？主啊，你是听人祷告的主，在这个岛屿上面，许多的岛屿上面有你自己亲自拣选的百姓，我们向你祈求，向你祷告，因为你应允我们，你绝不推迟我们的祷告，更不叫你的慈爱离开我们。虽然我们不知道他这个军演会带来多久，会有多长的时间，会造成什么样子的结果，但是主，你的公义的手要扶持我们，因为你应许我们说不要害怕，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的同在使我们得到力量。主啊，我们不惊慌，因为你是我的主。主啊，你要我们坚固，你要帮助我们。主，你曾经说过，你留下平安给我们，你的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虽然这几天来，这一个礼拜来，种种的军演事迹都让执政掌权者在那里惊惶，在那里做好的准备。相信我们百姓也准备好我们的心理，我们不被这些外在的这些军言，甚至这些谣言所来破坏。我们仍然坚立我们的立场，我们仍然呼吁更多的人来认识你。主，只有更多的人来认识你，遵从你的教导，因为你要我们彼此相爱。主，真的是恳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更多的人
去认识主，将主你的平安，将主你的慈爱施展在这一块土地上面。主，我们要谢谢你，虽然在如此艰难的境况之下，我们仍然仰望你，我们仍然向主你来祈求。主，你是听我们祷告的主。主，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在这个新冠肺炎到目前已经延续了已经2年多了。那我们这些辛苦的医护人员以及相关的这些防疫人员，可能也会有软弱，也会有疲惫，所以我们必须为我们这些辛苦的医护人员跟防疫人员一起来祷告。首先，我们来读诗篇121篇7到8节，我们一起来。上主要救你脱离各样灾难，他们要保守你的生命，你进出，上主都保护你，从现在直到永远。那我们现在要为医护及防疫人员来祷告。首先，在疲乏软弱中求主让他们能够重新得力。再来就是也要求主来让政府来看到他们的不足。这些医护人员、这些防疫人员，可能在这当中，可能因为人员的缺乏，然后所以他们可能不得不在医院里面一直不断的一个加班，所以他们的待遇是不是也都不足？也还没办法提升。再来就是我们要在染疫的高风险环境下，也要求主来保护这些医护人员的一个安全。那我们也要为医护的资源及人力的短缺，然后还有因为这么长期的一个压力下，求主来释放他们内在的压力与恐惧，让他们能够继续来为了台湾来与这个疫情来继续的对抗。我们同时来祷告。主，我们奉你名，为着这防疫一个医护人员，因牺牲因的时间，牺牲因甲厝的人这款的组织，因为着这疫情，因付上的努力。主啊，因伫迄个疫情中间，求你搁一遍来互因重新得到开展，因欠缺条件，透过因的努力，政府会当看重因的待遇，互因会当提高，互因有够也这个资源。奉你的名，你来祝福，互因伫这个环境中间，你伸出你的圣手伫这来保护看顾因出入，拢有注入平安。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台湾在这个疫情这么严重的当中，还能够这样平安无事。那我们也感谢这些辛苦的医护人员以及相关的防疫人员。主啊，我们也要求你来赐给这些医护人员及防疫人员能够得到主你的赐福，能够得到你赐给他们体力及智慧，让他们能够在这当中继续的来对抗这个疫情。主啊，我们要求你，让政府来看到他们这当中的一个不足，可能他们的待遇，或许他们这么样的一个辛苦，可是或许他们的待遇跟他们的劳动可能不成正比。主啊，求你来保守。主啊，我们要求你来保护这些防疫人员，因为他们都是在每天接触这些染疫的人员，他们都在这么高风险的一个环境下，他们得到疫情得到染疫的一个机会非常非常的大，真的是求主要来保护他们，求主的灵与他们同在，保护他们，让他们也安然的能够度过这个疫情。主要我们也要求你来为这个资源及人力的短缺
求主来帮助，让台湾能够更多的医护人员，然后来分担我们目前这些医护人员及防疫人员的一个工作。那求主也圣灵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在这么样的一个大的压力下，这么长期的一个压力下，有主你们能够为他们释放他们的一个压力，还有他们的恐惧，让他们能够继续安心的在这个环境下继续的来对抗这个疫情。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你是医治的主，你是掌权的主，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现在就是说，我们那个因为疫情哈，有许多的商家啦，还有我们的那个所有家庭，都因为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都经济都受到的困顿，是吧？因为我们都来我们一起来，我们来祷告哈，祷告求神来怜悯。那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你们听从上主你们的上帝，就会得到这一切福泽。上主要赐福给你们的城镇和田园，上主要赐福给你们，使你们多子多孙，五谷丰收，牛羊繁多。上主要使你们圣谷物和揉面的器具都蒙福。那因为我们要来为那个，因为疫情的经济受到冲击和影响的哈。那第一，我们在不断的变化，无论疫情不断的变化，无论好坏，在疫情的生活当中，有从神来的智慧、平安与信心。第二哈，求主为他们预备所需要的，不对生活失去盼望，有新的创意与转机。好，那我们来同声来为这个这个事情来祷告哈。主，我们奉你名来到你圣宝座面前，特别是为了我们在面对疫情，我们的百姓他们在各样的一个商店，他们的经济，特别是开店的受到疫情的影响，顾客减少，资源减少，收入减少，求你来怜悯，主啊，我们都知道，可能未来VA5有这样的一个扩张，主，求你自己来仔细，求你自己来释放我们，特别让我们的人心得到自由，特别让这些商家能够有变化，让他们在做这一些的调整的时候，也可以让他们的收入增加，不受疫情的影响。愿你来赐福、保守、看顾，与他们同在。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就因为疫情，我们许多的商家还有家庭都受到经济的困顿。主耶稣，你让我们的商家，主啊，你让我们都有聪明智慧，如何来变换虽然疫情受到的生意的影响，但是主，你让我们有智慧，主啊，你让我们温顺像鸽子，灵巧像蛇，主啊，在变换当中，主你也给我们有聪明智慧，如何来因应这个疫情，因应这个困顿。主啊，我们有许多的那个家庭，也因为疫情的关系，经济上受到的影响。主耶稣，你是平安的神，你也是帮助我们的神，让我们在困顿当中，主耶稣，我们靠主你得胜，靠主你有丰盛。主啊，因为有主你，让我们有聪明智慧，如何来因应这个疫情，来度过这个难关。主耶稣，谢谢你，主，因为主你是平安的神，你也是让我们所求所想，主啊，你都要来
你都要来祝福，你都要来应允。主耶稣啊，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接下来我们要为我们的肢体、身心灵健康祷告。那我们先一起来念这段经文。亲爱的朋友，我祝你事事顺利，身体健康，正如你灵性健全一样。约翰3书1章2节。接下来我们要为肢体领受上帝医治的大能。我们可以在我们中间，或者是我们所知道的亲朋好友，你所知道的身体有病痛的，我们求主亲自来医治他。那也为我们的家人互相扶持，彼此包容。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新冠疫情在我们中间非常的久，可能中间很多人确诊过，也有很多人就觉得自己到现在还没有确诊。但是不管有没有确诊，那我们可能都需要彼此帮助。你的朋友或者是确诊的家人，我们需要花时间、花精神。那我们要为这件事情来线上祷告。再来是圣灵安慰失去亲人的家庭，我们也为我们所知道的亲朋好友，或者是教会的朋友，有失去亲人的，求主来亲自医治他们破碎的心灵，求主安慰的大能双手来触摸他们受伤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后里面为了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在身心灵的受创，他们在面对癌症，特别是秀玲姐丽春姐的弟弟，还有宪政长老丽莲姐，主啊，奉你们来祝福，特别是在面对这些癌细胞的对抗的过程当中，奉你们你医治的大能与他们同在。有的在开刀，有的住院，有的是出院在这样的调养的过程当中，奉主的名，你医治的大能就释放医治让他们能够很快的恢复健康，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奉你名来祝福，特别是面对这样的疫情所带来的，或者是长期的照护所带来的身心的疲累，愿你自己来帮助，让整个家庭在面临照顾、面临经济的这样的冲击当中，能够彼此帮扶、彼此扶持。特别也有奉你们来祝福詹医师，他失去了他们的阿嬷恳求你来安慰失去亲人这样的哀伤，求你自己来擦去他们眼泪。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心意是要赐福你的儿女，让你的儿女在身心灵的缺乏上得着恢复医治，能够身心灵健壮，灵魂体兴盛。恳求你的医治大能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就临到寻求你的儿女以及我们所代祷的人身上。求主保守我们在持续有变种病毒以及夏天气温升高的时候，知道如何保守自己的身体，远离气绝一切的疫情高温带来的伤害。让我们透过适合的作息和防疫的方式，不仅是增加自己的免疫力，也祝福保护身边的人。在此恳求你的爱临到正在陪伴伤病以及失丧家人的亲属，领受从主来的智慧、能力、爱心、信心，与正在面对病痛失去的人彼此扶持。亲爱的圣灵，你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陪伴我们的需要，也愿你的灵充满在弟兄姐妹的身上，使我们能有健康的思想、意念、情感，经历你应许发生在我们身上。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继续为了我们教会的事工来祷告。主耶稣设立他的教会，就是透过教会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成为世界这些百姓能够得着救恩的一个管道。我们一起来用主透过马太福音18章18到19节所宣告的，一起来念来。
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在地上所禁止的，在天上也要禁止；你们在地上所准许的，在天上也要准许。我再告诉你们，你们在地上如果有2个人同心合意地祈求，无论求什么，我的天父一定为你们成全。这是上帝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权柄，在地上准许，就是捆绑释放哦，那在天上也要这样做哦。所以我们在主祷文说，在地要如同在天哦。我们不要只成为一个口号或者一个仪式、一个祷告，而是我们相信，当我们这样的祷告宣告捆绑的时候，上头的力量就临到你我的当中哦。所以我们要为着我们弟兄姐妹哦，真的不读经哦，神的话也离开哦。你要3日不读书哦，面目可憎啊；3日不读经哦，你看那个真的很可怕。然后求主的灵激动我们，透过每一天有迦南之声，有上帝的话，自己在读的时候是读入心坎里。我们也为着长子同工，我们可以跟牧者团队同心合的建造教会哦，那同心合意才能够兴旺福音。为着我们在新堂的宣教中心，我们的装潢，大概预计8月底盼望能够顺利的来完成哦。那我们在13号就有音响工程就要进入了哦。那大概一些的木工大概都结束哦，那也装了这些全热交换机等等哦。那未来这个地方要成为赢得这些新世代的这些年轻人哦。所以最近我们看新溪国中还有大有国中也再次回头来邀我们要透过社团哦，因为过去的生命教育已经被搞坏了哦。那现在他们主动邀我们透过一些的社团的方式在这样的一个品格的教育方面，我们再次进去，我们也会用一些的才艺进入到这些的国中哦。那礼拜2，我们也跟刘牧师还有凯恩长老去拜访陶小的校长，也是算他的学妹。在谈的过程当中，他把他的那个总务主任找来那他也告诉我，我也是基督徒，我也是长老会的，我是高雄，说我也是高雄了，所以底下引亲我们是同宗会的所以感谢主上帝预备那希望有机会再次进入到桃园国小让这样的一个孩子他们的心田可以有福音的种子撒入。我们也在特别在为57周年的庆典在筹备希望在10月30号我们有一些的系列的活动义卖等等这些在筹备当中，我们恳求上帝让这些迦南人能够回家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希望到时候疫情不会受到影响我们的庆典。我们也特别为了社区这些的中介管道活动能够有各牧区来做连结承接。我们也看到从乐龄一直到儿童我们陆续有人受洗这次乐龄的1个，然后亲子小组也有1个还有其他的。我们恳求神真的透过这样的一个牧养，我们也看到这些年长者的组长他们每个礼拜就这样的愿意摆上。我们也看到历年来这3、4年来，大概我们的德福有20-30个受洗这年长的，还有松大今天开松大校务会议，一样都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一些的活动这一些的事工来连结我们各牧区。在我们过来这个礼拜6、礼拜天我们有圣歌队鹿港的圣乐之旅我们恳求神保守看顾，出入平安。弟兄姐妹，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为了我们教会在建造，灵命要被更新，硬体预备好，软体就要进入了。奉主的名，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
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慈爱，透过你的教会，赐给教会有权柄，在地上应许的、禁止的，你在天上也要这样做。你已经将这样的一个属天的权柄，借着教会要来祝福这个城市，要来祝福我们社区这些的百姓。愿你自己在他们生命当中掌权，让他们能够为他们祷告的时候，邀请你在他们生命当中来掌权做主。所以我们也看见，从儿童一直到年长者，我们看到他们的心柔软，被神的圣灵来充满，被神的圣灵来感动。愿你自己来真的是影响这些的弟兄姐妹，让他们的心柔软的时候，圣灵你都感动他们，口称耶稣是主。说借着我们教会的软硬体的服事，也让这个世代年轻人能够进入到教会，儿童进入教会。愿你来赐福，让我们所做的能够得神你的坚固。天父上帝，阮奉你的名来祝福嘉南教会。主啊，你互阮对灵命伫遮更新开始。因为较无你的话，你的话就成做阮的溃烂，成做阮会通伫遮传福音的一个支持的动力。愿主你来赐福帮赞，互阮会通面对着教会所起造的这社会的活动，会通甲牧区连结。当人正义的时阵，阮会通伫遮关怀无诱因，奉你的名伫遮来祝福，互你的教会伫遮所做的拢会通荣耀上帝你的圣名。也互无同款的年龄层的这的族群会当进入到伫教会。主啊，愿恳求你来兴起各牧区愿意伫遮来牧养，也愿透过57年的周年庆来呼吁阮的兄弟姊妹。无惊吓，当倒转来到伫教会伫遮做伙来敬拜你。愿主你来受恩所互阮所做、手所做、阮心所想的，拢因为同心合意的祈祷，你就应允。也互得救人日日加添伫你的教会。互阮有迄粒谦卑受教的心，谦卑的心伫遐领受主你的话，会当伫遮同心合意来兴旺主你的圣工。愿主你听阮伫你面前的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咱去上尾，咱要来为着咱每一位咱主所听的囝儿，咱互主来兴起。咱要成做一个守望者。守望者的意思就是，咱徛悬悬的所在，毋是看马相踢。咱徛悬悬的所在，咱要看见咱身躯边的人，要看见这世界，咱的主用伊的灵甲伊的话来启示咱。咱透过祈祷，咱就知接受到上帝的话语，接受上帝的讯号，咱就知影咱来起来，咱要做什么。特别是咱是上帝的囝儿，好不？咱兄弟姊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起来为你的家庭，为你的公司，为你的所关心的小组，为你身边每个人，特别你的设定的对象。我们都要来守望主啊，在祷告当中，主你的灵来启示我们，用你的话，主啊，你也成为我们的指标，使我们真知道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有反省力的人，使我们成为一个有洞察力、有判断力的人。我们什么时候该动？启动。当敌人来的时候，主啊，他们一路来，他们要七路逃跑，因为主你胜过这些的。求神来兴起我们，好不好？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为我们能够被神来用。我们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满满有神的爱，在进入这混乱的时代，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启动，我们这样求神来带领，我们开口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宣告，主你要兴起更多这些神你的百姓，站在各个城门口当中，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守望。主，我们要看见这些的破口，站在破口的当中来祷告。主，我们要看见这些渴慕你的人，但是他们心有被锁住的，做为他们来祷告。主啊，奉你的名捆绑这些的邪灵搅扰撒旦的权势来搅扰锁住他们，不能够很自由的来到你的面前。奉你的名来祝福我们在社区，听阮的主，阮感谢你。主啊，你也互阮有基督的冠冕。
主啊，你来呼召阮，互阮成做一个守望者。主啊，你来互阮伫迄个重要的位置上。主啊，阮听见主你呼救阮的声。主啊，阮看见主你要阮看见的。主，阮若开阮的嘴，阮去关心。主啊，阮开阮的嘴，阮去想办法。伫后，主啊，阮会当出声，出的声就是感谢阿乐。阮嘛是引带人到主你的面前。主，阮感谢你，主恳求你，互阮全灵、全心、全意，拢会当正做下主你旨意的人。主啊，因为你爱阮，你要我们的生命是有一个归属，我们的生命不再是漂泊。你知道，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我们如花如草。主啊，太阳一出来，主啊，我们这棵树、这棵花，我们就要凋谢。但主，你竟然爱我们，你使我们的生命有你永恒的价值。主啊，你放下永恒在我们里面。主啊，你就是给我们一个呼召，我们就是要来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若是不祷告，主啊，我们就无法跟你来连接。主啊，我们若是不祷告，我们就不能知道主你要我们做什么。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祷告的权柄。主，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主啊，你让迦南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主啊，我们从这里被你呼召出去，回去以后，主你就开我们的心眼，主你开通我们的耳朵，主你使我们的脚，主啊，不是原地踏步而已，主我们的脚被你的圣灵来带领。主啊，让我们走到你要我们走到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就要成为光，因为这世代是黑暗。在黑暗的当中，主啊，你的光一点点的光，主啊，就照亮这世界，使人知道你是主，因为你有赦罪之恩，你带来所有问题的答案。主啊，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再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扬声欢呼赞美。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崇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进入神的面前。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你是创造主，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的是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谢谢主，你是丰盛的主，你是大君王，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掌管我们心思意念。主啊，我们邀请你在我们灵、思想、情感、意志、身体做主，不让这些恶者胜过我们。愿你的赐福让我们所求所想都能够看见神迹奇事随着我们。谢谢耶稣，让你的平安喜乐充满在我们当中，让你的从属天来的力量智慧充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同心合的祷告，就看见你为我们来成就大事。谢谢耶稣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来祝哦，愿主的平安与你们同在哦，与你们同在。请坐。